政府讲拖累要减18%，你哋读人啲校年开心咧，算本年摊啊，迄讲而每张嘢拖累迄100條啊，本來爭一半18元，18元先12張嘢等於216張嘢，18元後而本去21,600，現在政府扣18%，再延長20年。總共再本38元，38元先12張嘢等於456張嘢，456乘82咧等於37,392，所以38年後咧，然後就要分到15,792，差唔多增加73%。唉，越講越倉促，大家睇下嚟26年前創一頭歌啦，喊咗南北大道。Highway，下南上北，南北大道走几回，荷包缩了水呀缩了水，下南。大道公司实在肥，稳稳赚钱拿回馈，每天都交过路费，增加人民的福瑞，驾车一族都反对。下南上北，南北大道变条贼，到底要埋怨谁呀？埋怨谁？